大家好，我是杜阿玉，我是一位职业高尔夫选手，一洞300几码，我拍去吼，一个都入去牛林顶啦。我总共摕到115个冠军，是目前台湾同高的纪录。请阿玉老师看者有摕唔到去无？谢谢。我这回真正是7个半，唔知死我咧。哦，我有受伤过，有6年的时间无法度拍球，拢伫咧福建。你家己爱移家己啊，你袂使靠别人要移你啊。这个手拄天啦，这个做天下第一招啦，有好食无？啊，才50几年啊！哎呦，我啊，你搁知影几岁啊？我人生的下半场，通重要的就是希望，把高尔夫经验传承给台湾的下一代。老宋把我们当他自己小孩一样。算。对，赞。